以西結書第26章。第11年11月初1日，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：人子啊，因推羅向耶路撒冷說：亞哈，那作眾民之門的已經破壞，向我開放。他既變為荒場，我必豐盛。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：推羅啊，我必與你為敵，使許多國民上來攻擊你，如同海使波浪湧上來一樣。他們必破壞推羅的牆門，拆毀他的城樓。我也要刮淨塵土，使他成為淨光的磐石。他必在海中作曬網的地方，也必成為列國的擄物。這是主耶和華說的。屬推羅城邑的居民，城邑的居民原民作田間的眾女，八節童，必被刀劍殺滅。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。主耶和華如此說：我必使諸王之王的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率領馬匹車輛、馬兵軍隊和許多人民，從北方來攻擊你推羅。他必用刀劍殺滅屬你城邑的居民，也必造台築壘舉盾牌攻擊你。他必安設撞城錘攻破你的牆門，用鐵器拆毀你的城樓。因他的馬匹眾多，塵土揚起遮蔽你。他進入你的城門，好像人進入已有破口之城。那時，你的牆門必因騎馬的和戰車、輜重車的響聲震動。他的馬蹄必踐踏你一切的街道，他必用刀殺戮你的居民。你堅固的柱子，或作柱像，必倒在地上。人必以你的財寶為擄物，以你的貨財為掠物，破壞你的牆門，拆毀你華美的房屋，將你的石頭、木頭、塵土都拋在水中。我必使你唱歌的聲音止息，人也不再聽見你彈琴的聲音。我必使你成為淨光的磐石，作曬網的地方。你不得再被建造，因為這是主耶和華說的。主耶和華對推羅如此說：在你中間行殺戮、受傷之人拉哼的時候，因你傾倒的響聲，海島豈不都震動麼？那時靠海的君王必都下位，除去朝服，脫下花衣，披上戰兢，坐在地上，時刻發抖，為你驚駭。他們必為你作起哀歌，說：你這有名之城，素為航海之人居住，在海上為最堅固的。平日你和居民，使一切住在那裏的人無不驚恐，現在何竟毀滅了？如今在你這傾覆的日子，海島都必戰驚。海中的群島見你歸於無有，就都驚惶。主耶和華如此說：推羅啊，我使你變為荒涼，如無人居住的城邑，又使深水漫過你，大水淹沒你。那時我要叫你下入陰府，與古時的人一同在地的深處久已荒涼之地居住，使你不再有居民。我也要在活人之地顯榮耀。我也云云，或作在活人之地，不再有榮耀。我必叫你令人驚恐，不再存留於世。人雖尋找你，卻永尋不見。這是主耶和華說的。